早返學上課，隔離位個古惑仔就望住我，佢眼神彷彿流露少少唔妥，唔通又想打我？尋日已經打過，個古惑仔叫做八神，佢要我叫做八哥，佢哋有時8個人，我永遠得一個，好彩佢哋掟校台，我仲可以避得開，但係佢哋用校凳一車埋嚟我後尾枕就弊啦，係呢條友仔，佢叫做上帝，佢搞乜鬼？做我出嚟搞乜鬼？一個禮拜5日攞我獻世，淨係留翻禮拜6日俾我使，一人一劑定時定候，飯前飯後，1年1度1到6運會，捧唔到杯就攞我出氣，捧到杯又將我包起，掟我落地，根本學校係地獄，同學係魔鬼，老師係魔鬼嘅上司，個校長係撒旦，唯一嘅天使就係屋企個芭比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我哋大家抽一拳，擰轉頭，影大頭，加埋配樂擺埋上網，唔睇唔得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我哋大家抽一拳，擰轉頭，影大頭，加埋配樂擺埋上網，唔睇唔得。今天我一早返學上課，就望到隔離位個傻仔望住我。佢嘅眼神彷彿告訴我唔妥我，又想俾我打喎。尋日已經打過，我叫八神，佢恰個傻仔叫做八哥。我哋8個人恰佢1個人，好過癮。打佢嗰陣冇人過問，幫佢出頭話我過分，當出手有啲人打得比我更加過分，因為佢哋打埋一份，可能下次俾人打埋一份。等一陣轉堂又同佢開波，上拜我教曉佢唔係佢細佬嘅哥哥。老師之前試過一次，知道罰我寫大字1萬次，我以後不欺負人。咁下次我冇再當佢係人，打佢好似唔鬆化。我有咁好嘅功架都係因為啱啱睇完拳霸，仲有本漫畫話可以打人對面海。我最勁嗰次都係打到佢個對面台，好彩學校隔離有間機鋪，間機鋪唔係好雜，我日日都去補習，由拳王98至到最新嗰集，我對手已經打到冇晒對手，所以我真係用拳頭打到佢真係穿頭。唉，又放學啦，都係返屋企去機鋪避一避，唔想返屋企，唔想俾阿爸無緣無故又打餐死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多少友誼能長存。擰轉頭，影大頭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左一